咱拢希望讲食较老、受到囝儿逝世照顾，也会当有政府的资源来甲咱斗帮助。讲到高雄市人口老化，特别进入到这超高龄社会，针对失智性的这个照顾的团体家屋，目前高雄市已经有3间会当互失智的时代得到24点钟的照顾。因为未来这失智症的人口可能会愈来愈多，市政府也按算伫明年搁再增加2间，到时阵会当搁再收45位的时代。在这时代对着老岁子时做运动，这是互失智时代团体家屋。内面唔但有客厅、厨房，逐间的房间拢爱有16公尺的空间，就亲像伫家己的厝内面共款舒适。伫大厝的这间团体家屋，佮特别伫名称比设红外线感应，抓准时代要落床，就会有警铃的通知。家属表示讲，这嘛减轻因袂少的负担。爱照排队、照排照行就对啊，因为伊整个的环境跟人员的照顾，我拢感觉足满意。他幸福快乐，我就高兴。我身体健康就好，没有什么吃我这边我什么都可以吃啊。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统计，高雄市失智人口高达超过4万人。目前高雄市总共有3个团体家屋，伫凤山、大树甲旗山，通收43位的失智时代。因为团体家屋通24点钟照顾，甲一般的安养中心无共。凤山甲大树的名额已经拢满，旗山是去年才开始营运，目前是分配开放，也有12个名额。针对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，那是中度以上，有咱经过医生评估有 CDI 的分数2分以上，有行动能力还可以，但照顾上觉得有困难，咱得当来用这个团体家屋的服务。团体家屋是为福部的政策，会依照患者的程度补助7000到10000。因应人口的老化，高雄市未来伫前金甲美浓区搁增设，总共会当收88个失智患者，上紧明年就会当完工。记者钟丽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